各位小朋友大家好。13号。今日拄拄好，就是10月20，10月20是嘛嘢？天传日。天传日吼。今朝呢，主要了机会，大家来讲一下，做嘛要有了天传日。天传日，吼，伊老一个神明有关，遐神明像咧。无用，人家讲的救天贤。他讲人对嘛个铁皮冲锋师。过年。对，过年铁皮冲师，从正月初一，到了元宵节，元宵节是哪样子？元宵节就是正月15，讲伊咯。正月15。讲正月15的话，我有嘛个发通？瓜子是正月16，正月15啊，还有呀？啊？没有用讲娘料。娘料。没有你只有娘的就是帮料，来帮料。他讲人过年过当朝，正月15一般过完以后到结婚日，结婚日是正月20，他讲伊要用到天传日，到结婚日过年才算结束哦。一来看，下一张。天传日了日呢，大家都要变摕了头路，特别伊迄结婚日变了的哦。不论你三方做些，毋是伊嘞。不论你个种菜的，要了日，你嘛了天传，毋是做些，做些豉油，结婚日无来写重要货啦，好啊，毋知道好啊，做毋得咯，无迄讲写个比较经验的重要要写。过一年以后，他叫做恢复正常的工作，到新的一年度彼此家个前途来打拼。我来讲下讲。当久以前，万人开天辟地。盘古。有啥用盘古？开天就有个山，还有嘛？还有草诶，还有雕鼠虫。毋过无万人。无人诶，叫是嘛有人诶。只有了山川草木，雕鼠虫木人，无人咯。后来迄万人做人咯，来看哪伊？万人看到诶。无用看到诶以后，伊就用嘛个来做人？看嘛遐以后，用哪个？用奶，对，用奶哦，毋免用水的哦，用奶来做人。用水来做人。好，要先做啥？再来。树老。脚树老脚那样嘢，就动变人。毋过，人千要要诶。计毋捌用下来再紧做人啊？紧要做人啊？做人都晓得咧啊。咱毋捌讲爱take care咧，毋捌用来做诶，毋看哪伊。因为人要诶晓得，有时候毋捌用发明一个支突，你嘛很多婚姻之初，迄西来老，结婚咋？会用生意咧，你要有人迄10条绑出来无？毋肯用会落来。阿爸咪叫毋啦毋免神啦，叫毋出来，毋咧？毋免去互班验转来啊，迄毋用会出来。毋咧？强不强用诶，难免迄。有说，咱婚姻制度以后，就要有结婚就要讲生意，就一胎诶传下去。哪摆毋会胎，爱结婚无？就是有爱结婚无？
木结婚的话，可能都伢仔就都切铁了，木面了吼。然后结来结婚，再看哪里？无创造人类以后啊，本来刚好，但有表现上大，可能就哪一个慢人都会上。是什么或者？哦，那个水神然后火神上大，水神然后火神都会上大吼。哦，天当个一直大都天来下，所以伊都会上大。天求不来，然后诶用如何挂？反正啊，啊，来，一张图诶吼，开仔难。再看，哦吼，天热好了咧，天热好了以后，应用干啥？反正马是是开放。火烧山。破小山。火烧山。破小山。火烧山咯哈，哦，回家的书拿出火烧山了，还有。天大。哦，天来下，天来下。天下。喷动落嘅。水。喷动落嘅水，哦，各位很多了书拿出咯，借出来帮啊。啊。爱嘅。个乖书，吼，乖书啦，野书都有，呢邊都係現形嘅 T 肉喺入邊。好，你睇下呢。後來，馬上看到係啲擋難歌，而擋難歌以後幾多用幹啥啊？用強棒來鋪田。啊，唔係用強棒來鋪田，而家有用強棒。用乜嘢沙皮？荷包沙皮。對，荷包咧，但係佢用色沙。有，我有乜嘢色？唔知做乜啦？紅色。紅色有啦。橙色。黑色。黃色。五色，對嘛？都有五色嚟嚇。或者再講落先種色啦，要嚟知。紅色、黃色、橙色、紅色、黑色。按用來砌咧吼，來做咧吼，布田的工作，用十條。再看哪裡？後來啊，佢有留啲鹽土好嘅田公會在裡頭，你吃的嗎？講不夜，還留條啲乜嘅站下來？腳，哦，係用田主唔會留下來啊，哦，各位佢有留乜嘢教咧？五六，講五六用啲教嘅嚇，按用來拯救咧人類，好，再看下伊。不錯呢，冇用都本喺我認同兼編，喺冇乜兼編都冇人類嘅鐵條都嗬，做出一件成咩嘢嚟？不錯冇用到嘛，冇用，有很多有田也用。一車的故事一車傳下來。比如咁樣冇用嘅睇人睇的。佢布田嘅係哪年？長年20年。很多嘛啊？田長年。就係結婚日，啊，當年嘅田長日冇用，就會轉來看，哦，呢田有啲爛紅毛，再看下伊。那香港人呢，感謝了冇用，要整。過年的時間就已經先整咧一台床來幫啊。牆板係乜嘢色？黑色。沒啊，牆板黑色，牆板係乜色？黃色牆板哦，來擺設基礎。那銀行來的時間，你睇就牆銀行，切到一堆牆銀行色，再來過年的時間，牆板上面是例如講結婚日、田傳日，你牆板變按容易嚟會變重要啊？沒。變到啱，對，會變到啱，因為容易變軟。有的人用整，有的人係用乜？用剪或者用剖，就混土愛必爽了就出來哈。還有一般呢，然後剪過一田板哈，娘的，就是來補田哈，來變到
甲你讲诶，讲油水诶，油水诶，啊，你买着诶，买吼。好，这种宜兰区域一点吼，布田桥吼，就是讲带慢一点。啊，即摆下日来两样遐咯，客家有关嘅落古语言来，田船唔了做都是。再来呀，要记啦。好，今日下日做嘅标了语言吼，哎，还有一把当我填诶，提了咯。好，今日所有答案从大家安子谁？请答案是谁？这样做了。好，就可以去吃饭了。